来是卫福部的调查，讲青少年上主要的开销是食这个四小啊，甲啉含糖的饮料，而且有将近4成学生，逐工至少会啉1解含糖的饮料。医生讲，这个含糖的饮料只有热量无营养，食伤多会压制着生长激素，会发育不良，会生袂悬。香港讲的煎鸡肉、烘肉、清凉的饮料，青少年随机一人1份，食甲真欢喜。你们一天大概喝几杯啊？1杯而已。一天1杯。1杯啊。点过这物件营养敢有够？卫福部调查，46%的青少年1个月开超过2000块，而且一半拢开伫4小啊加饮料。你一天会喝1杯吗？至少1杯吗？调查发现，无分男女有一半的比例，所费拢开伫4小啊加饮料。另外，查某的较爱买衫，查甫的较爱耍电动。专家表示讲，发育中的青少年需要更较侪蛋白质甲钙质，验过拢食一寡无健康的物件。有34%的人一礼拜至少食1摆塑身，37%的人至少每一天啉1摆有糖的饮料，13%的人一天至少啉1摆汽水。晚上结束，大家就吃麦当劳啊，就是反正不知道吃什么，就方便啊。要尽量减少含糖饮料或零食的一个摄取，来让我们的青少年的一个营养更均衡。医生建议讲，囡仔若想要啉饮料，也是食4小的时，上好拣无糖的豆奶，也是牛奶等等有蛋白质，也是钙质这的食物。家长和因收费时，上好爱跟讲一个，唔通为了满足囡仔，反倒转去影响到因的发育。